啊，这个进程有不少的民调拢来显示讲，郭文泰若选总统，会分配到蔡英文不少的选票，所以香港是专门咧学这个郭文泰的魔王。台北市议员王世坚阁跳出来炮轰咯，讲这个郭文泰阻挡是咧消费蒋渭水，是咧迎接财神郭台铭，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咧骗选票。柯文哲就是个骗子，骗子生涯的终极目标就是组成诈骗集团。听到台北市长郭文泰要做台湾民众党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那是无祝福，话也阁讲甲真无客气。独骗骗啊，不如众骗骗。财神跟班养郭鼻息，简称台民党。哦，柯文哲是留了一个彩蛋，要给郭台铭啊。议员郭家儒虽然未脱离民进党，加入台民党，不过也是希望拍好关系。所以我相信，就算我是民进党的柯市长，也会支持我。只要不是韩国瑜当总统，大家都可以接受啦。因为基本上你跟只是民调显示，郭文泰若是投入2020总统大选，互哪里对决变成三卡都，蔡总统一定会被伊吸走袂少票源。因为三卡都爱看迄第三卡都的人是像啊吼。这从过去柯文哲支持的各个候选人看起来都没有成功的转嫁，还是要这个严肃看待啊，因为这个还是也会有一定的火候。郭文泰阻挡，甲民进党即时划清界线，直接冲击到2020，哪里布局？